我给越南的接下。我这能把弄这人，俺们不过你说这中不着，那如果给的俺的接，不给差不多的，这必须不拉嘛了，这算能没呢？我其实你说这个不是哪个？那双句你那地址干没着？但是你这样子怕他是谁你看没？俺们的人，俺们人的，你等到的。去信息他的他妈日子里就这么就忙不忙的了，去喜欢酒吧，人家哥哥有的去喜欢酒。那什么俺的黄把这个这些打的打，这些打的俺的。把头破，这怎么就是妈只能当的，就那里些，高原不吧？他有针，反正你这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大叔说都是那真的，光把地里搞的啊，几三那当的那，反正这样子爬下来的，我都是人。俺这人，老家妹妹往这些个，那样，人不能拖人的，那样，不能拖人的，拖着几你送一俺住，俺个老家，所以你可以做嘛古代人，做嘛古代人呀，家嘛是，我家的，俺家那是来呀。告诉那得也能可接受吗？没有，我是他那也有。这可接受。我是，等，看不着人都是。123。这是这些人可真诚。选我对吗？我刚刚就在想，就是这个纪录片选我对吗？当然了。真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录片。其实我的职业不允许，我觉得我太多愁善感了。安吉拉身上有一个叫北京叫老炮儿那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敢说一开始他是不接受我们所有小伙伴的。可以把这个放这里啊，这样子，这样的话就觉得我们洗的好多好多。这样。
我说拍这一次纪录片，我都忘了我自己的职业了，真的，我忘了我是一个主持人，我忘了问问题，我忘了考虑问题。不吃辣的。你肯定忘不了自己是文旅博主，对吧？对啊。俺龙巴那个里姐姐的在家里头，俺龙巴搞起么的，新到几年才能成的，把他刚搞了一年还过的，俺老孙就没在在这了，老姐呢在这着的，爸爸下年那的，爸爸下山那年着过的，俺从龙巴那在的方便回来有的。哪里要么们不么安的起啥？哪里变不过你不查不起死？查不的哪里变不来？不么的哪里用不来？我说的光不要咱们用么了？我说去去上着些人，要么就立刻抢着叫来。俺那切小菩萨是人得着。哦，这大把的下皮小棍的下皮出去是，俺的那去那马下了的，就棍的着，这的下皮大把的下皮是我的嘞，俺的人着的，的我也这么就你啥？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的所有的美好的梦都是跟故乡有关。但我跟你不一样，你们的故乡就是我的远方，就像现在鸟叫一样，就是我觉得真正，我该怎么去形容呢？有一天一阵风吹过，你就发现哦，他乡已经变成了故乡。对，或许会吧。安内就是从这里决定，就是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决定出发。汤不罗尼须，顿去汤巴拉的那基本上啊，他们心着的，他到街里在干，他的那天我的那是，全部是那个是，说那的是没忙不着，养着忙着休假的对不对？人找不有的，找不休假的，但心卡有的，心卡忙不有的的，啊，都那妈妈长过看了。的那没来的那的，我的啷个没来着？喂，当俺这哪里呀？估计当俺把那刚刚救下去，生些刚刚救下去，其他是大不加个小不是，俺拉上都一道才来呀用，我都进不来。那是要是人，俺进家人呢，绝对进不来。这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好像来到这里以后，时间都停止了。欢迎前来泡温泉。我看那个安兹拉姆的那个屋里面，那个钟表它是停在7点半，它就一直没有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7点，我以为是7点半，7点26分，7点20。哇，这后面可真的是够多土的。对了，这个大好。就是现在我们准备让这个停着的钟表复苏，它的时间重新流动起来。啊，已
你敲就动，它动，你看你瞧，它就是在动，但是哦，动了，真的真假？中了，你看，哇！真的，现在我看一下时间，现在几点了？等一下，就是刚刚它这个卡到这里动不了了，然后我去搬它来着，它就停了。啊，无能为力，就带回拉萨吧。拿回拉萨修吧。你咋了？没事，我好想把它修好。但是刚刚我看这个时候，以前只是看时间在流转啊，从来没想过，它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盒子里，是它整个世界。一个齿轮带动着另外一个齿轮，一个一个，它在旋转。现在是清晨的5点30分，我们即将从昌都的东巴乡启程前往拉萨了。这怎么写的？他写上按照这个人了。过去。双闪打开了啊，前面需要有车带着我走。哇，天在一点点亮起来。上次我们是天黑了以后到的家，今天我们天亮了。上次凌晨1、2点钟到的东大乡，现在有14、5点钟出发。这是在昌都大山中的朝气。我们现在抵达了怒江72拐的垭口观景台，这个地方真的太壮观了。那么点着的，那么退了嘛？我得啷个着嘛？那点着是干嘛的呀？那有的，他才有的。哦，那是包了节去没得，可多去没了。他都啷看不？那放着的那好过的。那是。啊，是的。你现在看那么白的呢？你妈干啥子？你妈进州的？那里的旅宿这要搬到里的，我得留着。哦，就你妈这？那么记得的，我得弄把的那没长的话，我没长的那这样，我得那么记得。那40年前有怒江72拐这个名字吗？那个都有的，那个他家的他投入的，最大问的钱嘛。咱们从江老师就不能得日的那么，是不是？那有一个跟恩娜一样的，徒步的，恩娜啦，你，康萨。谢谢。准备去哪儿呀？去哪里？我雅安出发走拉萨。雅安到拉萨。哦。OK。要39天。OK。哦，该走吧。39天。哦。扎西德勒。他从上面走下来。我们把进桥对着，还是桥北京不的。哎，同志们，你拉萨去吗？拉萨去。拉萨去吗？安内拉，在西藏搭车要这样，对不对？
这没这啷个估计个。啊，这个没这路。两只手。拉萨去吗？路路这个，你拉萨去吗？是拉萨那个。咯叽咯叽咯叶子路的是。叶子就是在我一小段。啊，学会了。安妮拉，怒江大桥。叫么去来啥个呢？第三把的激动过讲，俺就俺送落来真是，叫么去看来，三把接着来，俺那上的都浪的你来都，我们不急，容个厕所流动线是是的，但大我们不急，浪一碰着都，容嗦嗦的，他浪了点呢，把我错的真说些是是的。我们到怒江大桥了。从这儿行驶过的车，他们都会非常缓慢。刚刚还有鸣笛。鸣笛，就是这样的形式，也是表明我们依然记得，也会永远记得。所以说，次生拉姆老人在走过这条路的时候，这座大桥已经有了。有了，好早就有了。刚刚我们不是给他讲这个故事吗？然后给他讲的时候，他也特别感动，然后他也特别有这种共鸣，他觉得是之前很多年前走过的这些山路，就是现在已经很多都是焕然一新了，真的可以用焕然一新来去形容。是。后来又修建了一个大桥，又一个大桥。对。快70年了，修了3座桥。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其实，在西藏各个地方，甚至全国各个地方，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付出，这可是生命啊！天哪！两路，我们西藏老百姓很喜欢说天路，你只有在这里能够真的非常深切的能感受到，对于西藏来说，对于青藏高原来说，对于世界屋脊来说，这个路的意义。出发过，感觉这边停留的车越来越多，所有人都是在缅怀他。它其实，在我们心目当中已经是一座永久的丰碑。但我是，你是马后路，出去人有的嘞，路出去，你是俺个阿妈路出去人有的，大路，出去人的，但我是，就找的，大概是巴拉阿姆拉没事，俺感觉几个人是，就领不配的，大把个阿妈，怕去手嘛，可是现在一人的，俺都就那这里，你咱不领提看看了，就没拿去没行，来看没拿没行，就这么行，那你爸妈你。要么行，没办法，就是路上。是的，他都去没个。阿妈都大的是你俺的妈也。他钱也得装过去送啊，他钱。现在刚刚新这个是别的时候去了啊。是。现在也不去，现在你阿妈现在他可以不是车从我是怎么呢？他说这些，那阿妈也是来上说这个。阿妈没在写的钱没弄的，写的借钱没的，不写的钱。阿妈我们那就开始当年阿妈心里是担心的，他们里头他说我那现在就学过这么多，我们那阿妈说的，新疆搞西部搞个，那么就学过了些那个里头那干的，给我干的些那多嘛啥。当我在这些，他
卡扎记得干真的些的，但人家的也对那人干真的是有个那真的，卡扎是的，但干来去一下。北京，北京，请吩咐。导航然乌县。天让跟你音吧。我北京的人。北京人。啊，北京人。你俩说的是北京人是吗？对。哦。其他赶着你吧。亲我赶着你吧。嗯。我拉萨着你。嗯。啊。我把手着你。拉萨把这赶着啊。我想想啊，该怎么说？邻国。邻国路呢？安妮，我啥去滴的？啊，儿子，要不对，啊，你就不等着动。干啥个？俺自己不打你就不动。个性。啊，得这样的。你一拉才让做啥？阴阳做不知道？阴阳做是，你不做个嘞？啊，我阴阳做。你嘛，俺得上班月知道。我上班月的，从他家这门的别到不月嘛。是看那卡桥，也能帮忙我热，错的人都觉得错给着嘛一上面眼睛呢，好像说个日个嘞，日看了卡月，下来拿月，底下来蹦月，都错些，都等上了你妈给我接，都俺那那弄就是，都错几么热热。错好了错不错几不多。啊，日子一错就没得呀。那得从哪学习啊？啊？这就过来错全部学了的。是。那对的人。那俺那这样错的也嘞，错了日了也不要做错也得是你嘛。对。你错的咋就学习的事情嘛？俺错是。但俺讲俺错啥？俺错。俺错。俺错。这里让我错什么的？俺错谁的？俺错。人家那得吃的都吃不进。吃啊。哦呀。吃不进。那然乌和昂都是分别什么意思？然乌是，这个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都那些人看人做的来呀，你妈的人给我找门个。你不通这么人这去嘛？他上马来刚也了。你妈个这人不那个三马路半路的了，看来看。常那日是的那对的。那日是那日那拉玛啥的去了。这个也讲那的那蛮热情的。我记得从前然乌湖比现在水更清澈，现在水浑了。下巴当的热了呀，去这个刚刚别的，他拿去说的全部用那这个那热着着。是。啥不强了？可能你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是雨季。不是雨季了。对，所以就是光这个湖都有四季有不同的颜色。然后像我们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是下雨天，然后现在又是大晴天。对。就一路，不管是气候也好，我们经历的事儿都非常的无常。对，多变。对。没得吧是无常的意思。啊？没得吧。没到吧就是无常的。没得吧。对，没到吧。没得吧。完了！哦。一心。哦。我
坏消息。我可能把恩娜的这个表给颠碎了。真的吗？我还没拆，我要不进来弄吧？真假的？真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东西都特别脆。我昨天把这个螺母愣给拧断了。唉。怎么办？哇，觉得是对这来点嘛，有那俺真多味道，看来多味道。迟到了，迟到了。不是8点吃饭，8点半出发吗？你知道是几了不？俺广播的对做的，离婚机里那对做开过来。啊，你看没？看没？真是蛮个，但我搞几啥？当年俺那里改嫁支付票的，这样没那么注册，这样公的耶，只是往前俺带13的时候。这样有的。你这上头呀，还是俺也不知道想着你。没干过的也不见过，上那当有，我就说是说都不是这样拿的了。是。但俺真的也不就有这劲，起码也不是想着你那干过也不见过上有。那天的光把那个去的那啥样么多吧，没干过可顶着啥不是讲的劲。那个也不嘛，这种人那咋的？他光把我让那这种过的，上开始那这种人咋的吧？今晚呢，这次也是。那也青山那个那个老花车啥的，跟我们看不赢。你知道是，俺那个在没个在那呢，对呀，青山那俺那个老花的。俺呢，那个电脑里前些，你把那个自动的没得些。自动的有的没得，那自动的就干那个是谁？有那俺打电话车子了，这一生全部都。这毛不是洗这个的嘛，这三个包了。他个的洗着那上的，就那俺们好早的谁没得，没打吧个人，没打吧，刚刚俺做这里要叫上里面叫，这里就全部原来是说洗擦的，没打吧是我这个，俺这洗边的这里在蛮多去，我这边叫洗，上里这边洗上。没打不恰啥的，你要嘛？看到是的是老蛮多，在那老肉嘛，你个年纪才多的，真的肉嘛，刚吃肉的呢，肉能吃太来这样，肉家才够嘛意思呢。那我家就没上那酒的，钱给多少的我家就。刚老人讲什么？他说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对他客客气气的，等工作结束了以后，你们也不会来看。说这些还好，但是他很烦的一点是，他不断的说自己会，就是会死，这个事情会马上就什么，就死不死的那个，天天挂在那个嘴上，我觉得这个很不吉利。真的好想好好的爱他，但是他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爱。哪有那么多爱去爱那么多人？我越来越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区别于我所有认识的修行人。但是重点是每个人的每个人，就是就像一棵树，你浇水，然后是施肥，阳光的充足，完全不一样。他开成了那样的一朵花，但是你说他真的没有人欣赏这朵花吗？也许有大部分像你们这一类的人不欣赏，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也是对他是欣赏的，对他是也希望他能再开，哪怕他是70岁，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们是真诚。一些我相信你的爱的能量很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位，你就是只有这个100%，你给每个人的爱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每个人不一样。不是，是因为你只有那100%，就是你只有100个爱。
你未来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你就是会对他们的爱会有衰减，就是会有更多的这个分散。我会爱所有人，我不是爱所有那人。你以后就是遇到的就不要再爱。我是认识100个人里面，我不是爱100个人，那里面我也是有选择的。但是安妮这种会让我很心疼。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回去了以后就是随缘，就是他说这句话，就是道理是对的嘛，他也要接但是我受不。想让他这样说，因为他是70多岁了，我不想让他心碎，因为我会去看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他是值得我欣赏的，而且也值得我爱的。他在家里面真的是很照顾我们了。你吃了几碗米饭，他都盯着你看。是。我长这么大，盯着我碗里吃几碗米饭的人，只有我爸妈跟妹，没有人这样盯过，真的。Kadang ada sana mata pecah citai, cucu selain ada sana, masa nara ada kompa tenda gum, mi kare lesa kini dene tata cidu. Kom igen. Tack ju mycket att det. 确实的想去晒的，晒的没呢，想去晒嘛晒的也不钱嘛，真去那个卡在。人那些这个去包的人那些之前呢，让说山东嘛，真的去钱嘛就是给们多。我上头在当员呢。那么说的你这呀，这么大，我这能知道你多啊，3月，那么去了你呀，你能知道的，我那时去钱的去算的人的还我们多。我那时去钱的也是。是让我说的去人们都懂不懂？马上的应该好呀，我就去见你的干了下。王子吃草莓吗？那你硬着牙，去硬年龄的，俺说年，这去做年龄的。那是什么马斯克是马西恰巴斯，全部你我西不多了。好。马斯克大个也得对我不多，就没个个，就没个那我不多。对。不管他有多少钱，他也一直在哭。对，因为使命。安妮的愿望是你要成为马斯克，快乐的马斯克。明白。这我想说的是，能力越大，责任就会越大，责任越大，就会很少快乐。所以以后我们3个人里最幸福的将会是他，他找个好老公，每天就会特别幸福，2人世界。那不嘛，超过嘛是不吉祥的事，妈妈了也不接。我说就这边的吉祥了，你跟着去哪去？那还当不当的你也不觉啥的，什么跟着去好不嘛？两把菜，俺要我处理。安妮，请俺跟安妮这个，是呢。那这个聊天嘛，是。那你东北干嘛的？下次见面就对了，是吧？是。那这是那俺才多着。上街当然不会啥事，那是这个人偏见的。我去就。啊，是就偏过来，你就嘛这退休嘞，我那个。就真的你上不起来，就嘛这那上不的，这现在上那边这个结果啥这些买这上上。
那恩内拉此生这样的修行，是因为他相信会有来生，对吗？俺你妈有的什么都，俺把这是俺你刚刚的谢他家里几家下面这，俺别去嘛娘都是3个月。俺去西山西嘛的，俺别家也不有嘛的。那时候我也俺不会公婆那里你别家，俺这也家没了，别家是你或者有嘛，俺那这都弄没。他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不会读那些经文，连干或者嘛，俺去西山。所以我的所有的修行其实就是工作，但是工作又他把它放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他又跟一个修行者要背起世俗的很多沉重的枷锁，他还要突破它，其实对他挺难的。也不懂这些话。这是可以通车的那个对吧？对，这是从前古老的，当然对您来说是年轻的通麦大桥，这边是走汽车的，那个小桥是走人的。安内拉，就是这个桥已经都掉下来了，想不想去上面走一走？让他去啊，把你多去出去。他现在不喜欢我。他说你不是有远大的梦想吗？嗯我让你去哈哈成哈为马。对我还有使命，对，对。但是，就是在汉族来讲的话，建造桥梁是有功德的。建桥是最大的，栏杆里面栏杆10万多，你工作去一个。就是修路啊，然后是建桥啊，这些都是特别有福报的事情。明白。哪怕见那平头找没有的。他不管那也可以，那么没事在，那么就在。刚才中午家也是让你去，那么没有的，那么也不是这些多。那个行不嘛？他就还能个的。阿舅的娘人。公布了里头，阿就拍没真，阿就拍瑞没这，拍没真，还有没这，公布录了里头，俺就拍没真，阿就拍瑞没这，有点难，有点难，公布录了来的，里头，等会儿，公布录了里头。现在俺你才能给你干点事情，都带着你妈妈不休息着了。那后面，就咱们南边写过也没多，别这些这多，俺之前的写过些这都是，我的，是不是？等给你给家吃，你把这个对面切个菜弄了，给你这东干去面个到。中国大半那样这样青菜了，南多，南多去怎么搞？其他地方。哎，你呢？我那搞不。我那。这真是那个搞。学不得嘞，学不得嘞。我们来晚了。俺那瞧着呢，怕那嘞，肯定弄的三万三呢，就是噻，你也别忘。我来。要是那的话，客厅也可以那个。啊。是那个俺就想在这里。等着我都等着，我等着你们都等着你。可是咱们入戏的人可都做不这事，做了老硬意思。从阳问个事。这女孩才23岁，我的老年咋是那个意思？
你怎么知道他23？没事，不要八卦人家。没事儿。妹妹，你多大？你多大？我朋友23岁，我朋友叫刺激。你是叫刺激吗？对。啊，我认识他美女啥的都认识。这个客栈是我订的，安妮拉。啊。谢谢你们啊。你在说啥？说不要聊人家。可以是什么看了要么啥性格嘞？刚刚你要的约嘛的，就把看了要不9上的，但怎么着你话今年3天来着没？是吧？要弄去学徒么多，要弄去临时的第3去看今年啥，3么多。说我坏话，说我吃零食不吃饭是吗？我说你真的早上一点都不好好吃饭。拉手。你那么博大的爱着西藏，爱着西藏每一个人。拉手。你怎么就不能爱自己呢？拉手。然后看了，找不着。这样看。这边茶叶跑的香啊，茶叶跑去吧，这男的跑去鸡了，可是说些。这现在来些那年得有让我装死的。那你是啊？你去装我们，就是在这里你可以装我热点儿。你的那这条来着，你的还有那那个忙不起来了。人生的前人可去过这点人，等前来那些干些罗马的等难的人，第三干这个人参加起来那些容个颠倒了的些个什么？你居然劝安妮拉心胸宽一点。就是他不是心脏血液不好吗？就是心脏有病是不是这样？很多疾病不就是因为心病嘛？心宽一点的很多。好了，但是心宽的人，我就觉得是自私的人。不自私的人一般都没有办法。哪那么多定义？你仔细观察嘛，真的，那种这也不管的嘛，就但我确实，自私的人过的人真的很好。我确实过得好，也心宽，然后也自私。我不是那个，就是旁敲侧击的在说你哦，我只是我知道你没说。那你不用反省自己呀。我知道，没事。并没觉得你自私啊。我觉得我自私。好吧，哪里自私？哪里都自私。加油！每一把弓要跟主人熟练，这样熟悉了就准了。前面没中的那几点都是热身。俺是姐姐呢，因为我但我心里对呀。他说你们俩又是不是不熟了？安妮拉，两个人之间也会吵架，也会闹别扭。所以是正常的。那肯定是有的是的。中龙鞋的第3期在这边是。哦，又和好了。我能不能射一个？可以。要高了，稍微低点。对，要瞄准，你把它拉到脸的侧，拉到脸，对，要不你怎么瞄准？对。OK。对。那他怎么不飞出去的？你以为你没松？哎。对。可以吗？就差一点瞄准了。对。安妮。安妮拉，现在能不能感受到幸福？有种，可以连就不接这个三个方面的，他都落下了。是。你得留言嘛。留言的这样没吧？他都落下了，我把这来着。你可以做个小孩了。那客气，你幸福吗？你高兴吗？此刻很幸福。中国路把的啥子就是这个，那人的3元的，7元的，就是这个。是。那
你问问恩妮拉，就是她觉得西藏7个地势哪里最美？继续的拉萨一对，人们的关系能拉萨里接们都，地区的拉萨差些同不来的多。是，我介绍的朋友马不接，这就是对了你呀，让我西去整个西呀马些，拉萨的夏天着不拉萨这个我真上当呀。拉萨了，俺那去刚那个去而已。那个我们那个看着的，现在还是其实不是强的呢，他是东京来的人啊。是，已经打了是。这都才发现了，这是都算多少？我们这去截图我们的光把那么些我比三倍少呢，我这长大刚刚都是大了，那现在上大呀也没得。说这一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仓公司了，但是很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好好能够修行，但是确实一生把此生都献给仓公司了，所以现在我也就等待着无常的到来，就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过程的经历和体验。你想要什么样的经历和体验？人生特别有趣，因为其实地球比我们想象的要小，一圈只有4万公里，我们人的生命也很短，健康的生活只有几十年，所以我想在这个几十年健康的生命中可以走遍这个世界。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讲到，这个在宇宙里面有一个职业，叫海岸线雕刻师。他说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雕刻出了里约热内卢的海岸线。只要你有这个愿力，这一辈子是一定能走完这个世界的。我没记录，就能不能过了节啊？我能不能特别老亲戚可能能不能过了节？我上节铺上的我等着着。你得上路等的上路的一进来那上路跟现在给当不定住不着是了。我想一定会变的，就是根据这个变化是根据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于你所见所闻的认知来决定的。我想还会再变化，直到有一天我苍老到不足以支撑想法的变化和身体的变化的时候，可能我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人了。这那等的时候，我也不怎么的过了节我上是吧？我过去想等的么子，去家里他了，等我说现在家给家有么子事去，现在离开肯定现在你不是给有么子事，一天花了你不没事么的个，就当这样听不懂我是怎么的，我就去家了，我都是上当的。那安妮拉认为宇宙的尽头会有什么？你说是死的尽头吗？咱们今天花刚刚的给不上么许久的啥，给不上么许个了，他们应该许久的，我把么家么住么是啥好了？这现在也嘛的，阿妈的，啥嘛的？你阿妈的，老估计可能学的，俺爸妈的看真的老忙不清不的。现在你学过俺妈有的，俺们拿的多，俺们拿去直接下的的。俺看了谁多没看给家看个多么，你去嘛干嘛啥？但那阿妈的那，你拉嘛你这拉嘛有啥米？拉嘛了不急，他这边阿妈做事情了把当学他，像你们都打马拉来让嘛这是你的生意，俺了那两个姑嘛的没，阿妈你这我是打起让俺怎么有钱吧？这么考虑是那边的没呀？说别打你钱咱们光把那绿的上街拿着，可能过来地把它接家没，打起来，的没钱是，俺怎么没这么考虑是，俺这是的。那俺们多少钱的？咱多想打的，上头也没
동네 춘제 명령원에 대레디 아마샤 양로등이 gel라샤 아주 bomba gel라 니 gel라선 당 bomba ngochi tsotare tsore rni shita yoma gelala na peli kakali sasare gela odi yanro di sha dungi chindu ni amali tanda gela dungi sa ma dungi sa azo da ramare tatigi pet kar chambu sha jire Pamani di kerja ni gini gombang guti ni kerja gela shasa di saru besar cetu ni shida higmaro kali hipci jumune OK， 你搜着，搜，你搜。哎呀，拉好，加油！哎，真的可以拉上。啊，好结实呀！在这里吗？现在去结冰的啊。파마 되게 싸지요 말이야. 싸지요. 파마 랭고요 저 뜻이. 라 파마를 가져서 보는 최대 되는 가져서는 야도. 어디세요? 티켓도 고르랑 안에 간데 체인지. 걔때 맞죠. 네 마마 시세 네 되는 소소 된다 루마로. 시세가 니야요. 네 보라서 시진가 취지야 다라서는 미신다 깨기매. 파마 가르서 나가 대치야 맞네. 이제 도지르메. 이제 또 간지도. 딱 드실 수서도 가서 예라미샤 तुम्हें चुरी तो temizle tamle lagi samdo abama nishise bama gaze shen suso chi jeya de sanno yebe shugul se jinju to tang tu mare to tang tu ma姐说说老鼠。아니 나도 민가여라. 나도 모자 타지는 그 찬도를 마치 찬도 트레이드. 고소는 년들로. 나 대대도스. 너무만 하사 거든 넌 대대로스. 다 진수지 따도스 그치 다 대지 되네. 아까라야 뭐 자사랑 아주 갈라서 방가 자서. 알랑고 지는 지면 아주 발레도 포.
就是家不是两周么多，哎呀，你晓得看那边的这些多好过那的，这这边啥了，我们那西藏是弄也不着，热怕起热。南国还是个的那样的，这一拿，是错的拿。是这一拿过。是呀，那咱现在日看家娃子干呀。哎，你们就都记住孙悦吗？这来。这都节庆的。说是这边一丁点的变化都没有，明白就像当年一样。安妮啊，你之前在哪里？哎，这刚才对刚才你是可咱俩的，就是你才行注意事。你哪里？那个你咋个？就是这些全部都是。那我就跟着躺着，行吗？我睡觉。这也太幸福了吧！我说我能让你看肚脐面，我就看肚脐洗嘛了。我也不看那肚脐这些。我们在，来洗肚脐。我想这样躺着。安妮你。安妮啊，你躺一会儿吗？啊，你睡一会儿。我坐这，你睡。好。和 Niki， 哎，这个打开吗？打开啊。不打开，直接躺着啊。变身 ，Niki。是不是？安妮了，每天这样。安妮了，王子，一夕。Niki， 啷个的面多少呢？加皮都加少了。我们今天从鲁朗小镇驾车抵达了林芝市八宜区，一个非常繁华的大都市。今天我们带安妮娜来尝尝我们北京的铜锅涮肉。我你粉丝我哦，谢谢谢谢。无处不在的粉丝。粉丝了。那个这意思，或者多少时间，或者多少月。这样个位置的。那这样个位置。这看着不太行。城市发展太快了，2月不来，这地儿就不认识了。到了。啊，到了，我掉头。先来个清汤锅。回来，我马上给你下。哎，好。安妮娜，辣椒一点点。安妮娜来到这儿就像回家了一样。安妮娜，好了。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吃？生气了。是不是不好吃？安妮娜，手下留情，安妮娜，别啊！哎，安妮娜，安妮娜，吃太撑了，是不是又给我夹菜了？没有啊，没有。您家的？江面。不是，我啊，怎么一天换一个东西？那现在是整个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表盘这个以外，就是没有东西是能用的，是这个意思吗？感觉有点无力回天那种感觉，就感觉救活。哎，你说咱们弄这表干嘛呀？当时。OK，
今天是我们从昌都东坝乡出发抵达拉萨的最后一天了。安妮拉，我们非常舍不得你，今晚我们就要分别了。拉索，日呀呢？拉索，干。搿都几没干呢？俺问一个亲俺带话的嘛。俺说了，他我一直往来都是那个些。因为安妮拉，我们从林芝到拉萨就可以走高速了。高速关注这不是拉萨高速，林拉公路，我们直接上高速。安妮拉，我们现在上高速啦。尼洋河。安妮娜从前对林芝的印象是只有一条河，然后呢，城市是依河而建的。她从前认为林芝只有一条街，但现在这么繁华。你们玩的这个啷个都不是哦，这根本不啷个迹象，不像就我个证件那个老师没讲了有那个啷个对不起这，罗的那就。我真的去这动物节的，老是没个他们的，那个对不对？你是都得要，不得要他，一个人那个就清楚了，这个那没看到哪个就不等着多呀。安妮拉，松多是我从成都骑自行车到拉萨的最后一站。就从这里到拉萨187公里，我要骑一整天。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骑最后一天的那个路程的时候，无数次眼睛幻觉看到了布达拉宫。因为我骑自行车了1个月，在这种大山大河之间，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布达拉宫的时候，我觉得布达拉宫特别小。但是多年以后，我从城市里再回到布达拉宫面前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布达拉宫非常的大。这个是真的是你真实的一个感受。对，我都有很有画面感。Hello， 从哪里来？成都来，骑了21天。没有吧，18、19差不多。骑这么快哦？你来过西藏吗？第一次来。那你为什么来西藏？我和我爹一起来，他已经在前面等我。你爸爸一起来？对。你多大？我今年25。25。我快50。那你来了以后，这一路上什么感觉？我刚才摔2次了，不想骑了。主要是过了一个坡又一个坡，有点心态崩了。哦。不过还是就这样哭啼啼一路过来嘛。哭过。哭。你们3个挺相似的。这个安妮，她是40年前是徒步，是从她的老家成都，然后到的那个拉萨。然后她呢是之前是骑行，18年骑行，然后是到的拉萨，然后今天再是您，每个人看到的景都不一样。对。那你最期待看到哪个？布达拉宫和博物馆吧。你想象中它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中应该是用庄严的，但是应该是充满就是劳动人民的汗水的。OK， 谢谢你。好，拜拜，佳琪哥，拜拜。大哥，你是不是50岁？你是不是从成都过来？你是不是有个儿子25岁，刚好在路上？你怎么知道？我介绍一下，这是拉萨市仓库寺的住持慈诚拉姆老人。对，这给您的饮料。是我们刚刚就是在路上就是见到，跟他对不对？我们在路上见到您儿子了，退伍的那位。对，路上老人给了
弟弟一个红牛，然后呢说他爸在这个垭口等他。对，哎呀，我说的，我都对，知道。对，坐一会儿吧，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是不是很累？哎呀，怎么说的？累有累的好处吧？怎么说的？跑这么远，也是心灵上一种升华。对对，特别蹬这个坡，哎呀，真是一脚一脚，也是低着头，什么也不用想。他都说了哭了好几回了。嗯，来了，我们。你之前走过这个路吗？之前没有，是第一回来这边。我看这边现在建设的不错。跟你想象中的有多大的差距？跟以前前几年他们开车来的，说路上特别赖，没法走，说骑车都没法行。哎，这几年我看看建的不错。我要不拉你一把啊？要不要？林芝这边一修高速这边，哎，骑车更放心了。你爸说就是这一路上看到你越来越坚强、坚韧了，看到你不同的这一面。对，是的。你希望你自己到拉萨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整个路程就像这跟生活一样吧。有起伏，有上坡，有下坡。一开始我爸是在我后边的，然后到中间了，然后可能是我要在他后边。就像我爸在保护着我一样，到后面就像是我爸先走，我在后边殿后一样。其实挺像一整个人生的过程的。说你很坚硬的意志，能这样子到拉萨，以后的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都可以回想一下这一路的艰辛，又最终的到达，肯定会让你的人生更具有力量。我们希望是。对不起，但是呢，向前辈学习。其实我觉得拉萨只是终点啊，过程是最重要的。这一路的风景其实是收获最好的、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到拉萨就是起点了，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非常美好的人生的开始。康桑，扎西的嘞，来一个。你们从哪里来哦？我从广西来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在哪？拉萨。拉萨。一切顺利啊，一路平安。谢谢，拜拜。那我们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拉萨。理论上是这样。表是在拿回来一个再修。肯定得10多号回来再说了，但那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再约到你。网上找到了。机械部分找到了，那玻璃得找地儿弄。其实差不多已经都全部放完了。对，腿修斯之船，就是当这个船的每一个零件都换过一次，这还是不是从前那艘船？好像那个船在海上航行了300年，然后那个船应该叫忒修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它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当这个船上的每一个螺丝、每一个零件都换过，但是是在不同时期，不是说一下全换了，坏了换，说这艘船还是不是从前那艘船？但人也其实差不多，人也一直在成长，一直在退化。对。到最后是不是还是同一个人吗？对。没这刚刚个人没好没呀，我的是拉萨的，但是这的要么老全部都是来萨的，但是就这么子要么到了，萨家的下线多个人，萨东西这个我呢。아니 제 경험만 보다라고 봐도 되게 돈이 오예죠. 텐도 뭐야 배. 또 간전자야나 제죠. 간전자야 진짜스라 안에 그들
今天也呢。那上次也短的时候，我们是短的时候。哇，我们进入了拉萨城。到喽。哦。我们别的拉萨车辆通的，到别的就多去就对的。俺们康邦的街上的，他这啥子就不是这样。是呀。哇，这宇宙大。哦，看到了，看到了！哇，阿杜比我们先发现的不大，阿公。他心中有着这种历史感。哇！这东部的那也巴子也用不着啊。那是。这包到南极的，这包到了苏北的经济的话，这没学的话，俺们没学到拉萨那个是中级，到这包到南极几乎大的，那也能啊。就说啥啥姐姐那个的没学的，这是我弄我也玩。现在他不是那，就说啊，他现在这个程度，他体力结合了也上，这个他全没有。俺拿钱就过来了。拿钱就。哎呀妈呀！当俺公婆来的这几个人，你怎么的？用王子的。他这个刚才说啥？这那差不多。啊。当时这里把对的了呗。对。当着这个。真没得。我这当啥说？这当啥？吃饭修口多。修这口子也的。啊。什么也的。到3年那个对路没得过。3年对路都那那个穿不着。一希，成败在此一举了。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要这个。所以我就现在很害怕，到底他行不行？等会儿。哇，真动啊！真的动起来了。哇，怎么说？要不要？耶！天哪！我们终于修好了一个上个世纪的古老的表。天哪！有点想哭，尤其是这个黄色如此显眼。像我们的心脏一样，噔噔噔噔。安妮拉，这是我给你做的礼物。
这可比起真电影似的。这上面全是东坝乡的羽毛，还有树叶。这个是我第一次来仓库寺的门票。对，仓库寺有农业这边。5月。这个表我和一希给您修好了。那这个这就那个干嘛给你们对，干嘛的全是木罗人多啊，啥不接随便，啥不得马不人多，你接不多，现在你接不多。谢谢，谢谢。几点？啊，动了。对，说对了。那你别想那知道的，这样的。小，是不是小了一点？行啊。哎呀。谢谢啊。给这个吧。拍一个诊所。家乡的纪可以念。되게 기회제 넣고 있던데 자도 다돼. 어떻게 때문에 그런 하사사. 먼저 되게 써놓고 하고 오던데. 谢谢啊。给这个吧。谢谢。哎呀，没有。哇，仓库寺茶馆。俺们这个嘞。哎，扎西了呀，对吧？他也宣传一个。啊。好吃好吃。真的很好吃。俺嘞，对王子搁这，就之前我们不是拍摄的时候嘛，然后他不是带了好几串这样子的，然后刚好我就说他就说让我帮他润一下，所以我们拍摄期间我一直带着他。然后就是现在我会演出非常的感恩。谢谢。带着这个你转更多的世界，看更多的人生，好，更多的风景。这葡萄能吃不？哎，看好甜啊！你吃一个。真的，你尝一个吧，真的好甜好甜。俺年轻，你脑不热。是录个是录，而且你也可照顾，29岁，我真的想做。我看也太年轻了。对，我也觉得好年轻。